涉案金額大約290億人民幣，造成6個中國公民死亡。Selamat malam guys. 被捕，其中白所成、麥應聰等5人判處死刑，2人被判死緩，5人判無期徒刑，其餘9人判囚20年至30年不等，並相應判處罰款、沒收財產、驅逐出境等等。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表示，隨住中國大規模軍事擴張，澳洲軍方保護海上航道嘅工作風險日增，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會場內有示威抗議以色列軍火商與會，至少13人被捕。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星期二出席喺悉尼達領港舉辦嘅印太國際海事博覽會嘅時候話，確保包括途經南海同東海貿易航線嘅海上航道暢通，係澳洲國家利益嘅核心。隨住中國大規模軍事擴張，澳洲軍方進行有關工作嘅風險日益增加。喺缺乏戰略再保證嘅情況下，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馬爾斯又話，澳洲正增加軍事支出，以打造更具戰鬥力、殺傷力同遠洋能力嘅海軍部隊，包括向日本採購巡防艦，同美國企業發展無人潛水器，並擴建面向印度洋嘅海軍造船廠。喺印太國際海事博覽會會場外，有幾百名示威者，包括親巴勒斯坦團體聚集，抗議以色列兩間最大嘅軍火商與會，期間同當地警方爆發衝突，警方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並拘捕多人。其中一間與會以色列軍火商已經獲得為澳洲國防軍提供設備嘅合約。澳洲國防工業部長話，聯邦政府冇必要為向以色列軍火商購買軍事設備而道歉。中方此前多次表明，中國對南海擁有無可爭辯嘅主權，強調會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美國多地星期二舉行市長同州長選舉，被視為係對總統特朗普執政嘅考驗。焦點落喺紐約市長選舉，特朗普威脅，如果佢支持嘅獨立候選人紐約州前州長科莫落敗，民主黨候選人曼達尼當選，就會減少對紐約嘅聯邦撥款。美國紐約市長熱門候選人屬民主黨嘅曼達尼喺選舉前夕加緊拉票，同支持者跨越布魯克林大橋前往曼哈頓。I want to make city government a land of its own, that people across the city feel at all hours of this day. 34歲嘅曼達尼出生喺烏干達，係美國紐約州眾議員，主張提高向富人同埋企業徵稅，增加公營資助房屋等，並曾經指責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土地。佢一旦當選，將成為紐約首位穆斯林市長。多個民調顯示，曼達尼以超過40%支持率持續領先。紐約州前州長科莫以大約30%緊隨其後。支持率最低嘅係共和黨候選人斯利亞。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支持嘅獨立候選人67歲嘅科莫，亦把握時間喺紐約拉票。He said if Mamdani wins, he's going to cut off funding to New York. He calls him a communist. He'll send the National Guard. We need a mayor who can stand up to Donald Trump. 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威脅，如果曼達尼當選，將會減少對紐約嘅聯邦撥款。除咗紐約市，亞特蘭大、底特律、匹茲堡等地亦會舉行市長選舉。新澤西州同弗吉尼亞州將會舉行州長選舉。另外，加州將會舉行國會選區重劃嘅投票，如果通過，預計將可以鞏固民主黨喺加州嘅選舉優勢。呢場投票被視為係加州州長紐森對特朗普早前喺德州推行有利共和黨選區重劃嘅回應。有分析指，星期二多場嘅選舉可以視為民眾對特朗普重新執政9個月以嚟嘅一次考核，而結果相信亦會對兩黨喺下年中期選舉嘅選情具有參考價值。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颱風海鷗吹襲菲律賓中部，造成至少4人死亡，幾十萬人疏散。喺宿務省風暴帶嚟嘅大雨造成水浸，水深去到大髀，當地居民要涉水而行，幾十人被困喺屋頂。
當局喺初步報告中話，喺萊特省一個老年嘅村民喺洪水中浸死，全省停電，另一個村民被倒下嘅樹擊中身亡。海鷗係今年第20個吹襲菲律賓嘅熱帶氣旋，陣風風速達到每小時195公里，目前正向西移動，預計將會喺今晚或者聽朝進入南海。跟住有交通消息。新一屆立法會對推動香港發展至關重要，我期待同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衷誠合作，團結做實事。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12月7號舉行。如果你熱愛香港，就一直愛國愛港抱負，服務公眾。記得喺10月24號至11月6號提名期內報名參選，同我哋一齊共同為市民做實事。用正面信念改變自己，迎接挑戰。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到感恩。我明白了什麼叫做喜樂啊！感覺到禱告後真的是一種平安，它真的給了我那份光和那份力量。因而是星期日原姿台。了解天氣情況，做好生活準備。立橋人壽特約天氣報告，星期一至日晚8:4及9:10無線新聞台。又嚟到放工食飯時間啦，一齊睇下出面嘅交通情況。先睇下港島過九龍嘅行車時間。堅發街北行近維多利亞公園呢個位置，經紅隧交通擠塞啊，要16分鐘；經東隧咧都交通繁忙，要10分鐘；而經西隧咧就交通正常啦，都係需要10分鐘。轉睇下。告士打道東行線近稅務大樓呢個位置，經紅隧交通繁忙，要9分鐘；而經東隧咧就交通正常，需要12分鐘。轉睇下九龍過港島方面啦。漆咸道北南行線近佛光街遊樂場呢個位置，無論經紅隧定係經西隧咧，都係交通繁忙㗎，需要11同17分鐘。最後我哋睇埋窩打老道南行線近九龍醫院呢個位置，經西隧同紅隧都交通繁忙，要20同12分鐘；經東隧咧就交通正常啦，需要18分鐘。跟住睇下出面即時嘅交通路況。先睇下港島方面，花園道落斜開始多車。香港仔隧道灣仔入口橋面過海方向交通擠塞，橋底往銅鑼灣方向都比較多車。干諾道中近嘉裕廣場往西區方向交通擠塞。跟住睇九龍方面，亞皆老街近天主道天橋都多車，清水灣道近平石村來回都排車。紅隧九龍入口過海方向交通擠塞，龍尾去到理工大學。漆咸道近公主道往九龍城方向交通多擠塞。交通消息先睇到呢度啦。萬力珠風入，萬力珠風加布，雙重夾擊，冇得拍，上到嚟。學使得。金鑽精華，金鑽 cream，全面緊緻淡紋，先搽精華，再搽 cream，飽滿推奏1+1調查，14天緊緻提升，減透皺紋，天氣歲月紋，我用 Grace One。精藥有效成分，仲有真材實料海狗神，甜精益血。好煙好神，為原糖金裝光明，上擊退腰酸背痛，仲可以靠金裝6味巴丸。第15屆全國運動會狂熱直捲全城，TVB 緊貼比賽現場，為你全程直擊，雙場同步聯播。要照顧好自己，先可以好好照顧屋企人㗎。所以我有堅持每日食高麗參嘅習慣，唔俾自己打敗仗。Selamat malam guys, guys. 六本超級床褥 B 戰，適用於唔同品牌嘅床褥。夏天大汗，冬天就手腳冰冷，有冬暖夏涼各重戰，4季都啱用。床褥太硬或者太軟，有8
客戶藏表顯戰，黑金剛大力在戰，就算重組有以下問題都唔使驚，我哋都有對應嘅場戰幫到你，上升級了。